思维内亲众生而修无常。从油顶以下到地狱底层以上，所有众生没有一个能逃脱死亡的。如解忧书云：地上或天间有生却无死。此事如其见，启闻或从善趣天界以下，从未听说或见到过某众生有生而不死之事，即使是对死或不死产生怀疑，也必定无有。所以我们就是从顶上从对，整个的这个轮回当中，我们有没有听说过有某众生有生了后就没有死亡，有这种的？不要说是有听说过或者是见到过然后就是有没有死亡，以这样的一个怀疑都是不存在的，连怀疑的一个对境都是不存在的就这个意思。尤其在节末时，我们身在寿命无常的南瞻不住之处，很快就会死亡，因为从出生时起便越来越接近死亡。那么这个部分来说呢，我们都必须得要知道，一个人出生那一刻开始都是往死亡的方向一步一步的靠近。寿命无有增加，只有减少。寿命就像一个蜡烛一样，或者是一支香一样，一点了，然后它就是逐渐的就回升，就是没有一点点增加的机会。所以我们就是一盏蜡烛已经点完了，什么时候开始点的？我们出生的那一个时候就开始已经点燃了，那就是只有在一直不断的在升耗。而且死魔住一刹那也不停息的，犹如落日下的影子，越来越逼近。所以就是所谓的我们就是阎罗王也好，死魔主也好，反正就是我们会死了，然后就是所谓的死呢，离我们一点的接近，一刹那也不会停息的。所以在何时何地死亡无法确定，也无法确定明天或今晚，甚至仅仅现在呼吸间不时。如因缘品音，明日死谁知？今日当精进，逼死主大经，几事如精气。如这个方面来说的话，就是明天会死，或者是今天会死，谁都不知道。就像我们今天在一起在这里的所有的人，明天还是一样的会在这个世上吗？你这样讲的话，那肯定所有的人都，我如果问你们说你们明天都会在吗？那肯定你们大声的说在，肯定会这样讲。但是呢，这个就不好说谁会在谁不在，这个也是都不好说的。所以呢，当然我们亲近，就从现在开始精进的修持佛法。因为修持佛法，我们就是不能懈怠，不能懒惰。说明无常是事实的，所以就是修行佛法是需要时间的，时间对于我们才是最珍贵的。我们都说下面人生非常珍贵，前面讲到就是已经是讲了很长时间，各种比喻，各种就是相当就是各种各样的这种比喻，难得的这个方面是如何难得，我们就是讲得非常清楚。那应该是感到了我们现在的这个下面人生是非常珍贵，对吧？
那我们知道下面人参是非常珍贵也没有用，我们下面人参怎么去使用才是真正的得到珍贵殊胜的利益？那我们就要好好的修持佛法才是会得到。那我们修持佛法就知道是认识佛法就可以吗？那也肯定不行。我们要修持，是修持到一种数量跟质量，达到以后才会得到成就。所以我们要达到以后再得到成就的话，修持佛法是需要实践，所以实践才是对我们来说的最珍贵的。不然的话，我们讲那么多就死亡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所有的人都会死呢。所有的今天没有学佛的一个人来说，那他就是说，如果是他会死，平常如果是一个很健康的两个人，一个是学佛的人，另一个是不学佛的人，两个都是非常健康，年纪也是一样的，都是年轻的一个中年人。从这样的一个角度，那你去问他们两个说，你害不害怕死亡？那就是没有学佛的人就肯定会就马上很直爽的回答说，那个没所谓啊，所有的人都要面对的，就是害怕死嘛。那就学佛的人会去说，哇，那我当然会害怕，非常害怕死亡。因为呢，另外一个人呢就不懂所谓的因果轮回的真实的这个情况，所以他就觉得啊，所有人都会死啊，我也有什么害怕的，反正就是要死嘛，就是一定会死，所以就是早晚的问题而已嘛，他会这样想。但是有学佛的人呢就不懂了，那他就是会知道因果轮回的真实的道理，所以就那个时候他们都是完全有不同的两种反应啊。那到了最后他们都是年老了，或者是得了一个大的病，或者是已经是医生都确诊了你就没有办法治疗的时候，两个人同时已经得到了这样的一个病危同治的话，那么他们这两个人的这个态度又完全是不一样。会死的原因是非常多，所以就犹如水泡迎风吹啊，所以相当就是从真正的真实的这个生命无常的道理来看的话，每一个人能够可以呼吸的之间，一个气呼出去能可以吸进来，是一个非常的奇特，也可以这么讲。这是护主龙树菩萨说的。那么一个人当你睡觉第二天能可以顺利的醒过来，这是一个非常奇妙非常非常稀奇的一件事情。那我们就想啊，一个人当睡觉了第二天醒过来是很正常，会这样想，但是也是很多人睡过去以后再也没有醒过来的，这种事情也是事实的，就是存在的。那么每一个人的断气就是呼出去，那就吸不进来就断了，那每一个人都这样的，所以这个时间什么时候到来，这真的是谁都不好说，任何时间都会到来。所以就护主龙树菩萨所讲的呼吸之间能够可以呼出去的气，每一次呼出去的气顺利的吸进来，顺利的吸进来，这就是很稀奇很奇妙。那为什么这样说呢？他们让我们去观察，让我们去思考，他讲的有没有太过分，或者是有没有夸奖？那并没有夸奖，也并没有怎么说呢？讲的过分，都是事实的情况。那我们为什么没有这种想法呢？那这个是关键的问题，因为我们自己没有那么的精进。最主要呢，我们自己呢就是只求短暂的快乐，并没有想到永恒的这个利益。就像小孩在花丛里面玩乐的时候忘记吃饭一样的，父母去叫他们去吃饭的时候，他们肯定会不太开心的，还是想要玩一玩，忘记等一下会饿肚子，忘记等一下饿肚子就会不可以的这种。因为小朋友就只想到今天想不到明天，或者是只想到当下，想不到再过了当下的一切。那么在一个小孩跟大人之间来说的话，大人就是有比小孩懂得多一些，所以就小孩小时候就很不愿意学习。
那么父母教他们学习的时候，小孩那个时候没有什么能力以外，那么就是心里呢一样的对父母都是会产生就是恨或者是讨厌，这些都有存在的。那么父母是不是不疼爱小孩，所以就是让他们感受那种痛苦呢？当然不是，因为这个中间呢，为什么小孩和父母没有办法在那个一致的这种想法，他们的想法为什么没有办法达到这种共同呢？因为看的就眼跟镜不一样。佛教我们学习佛法，修持佛法，佛看的这个世界呢，就是非常透明的，非常透的，而且是非常清楚的。那么我们看到的这个世界是一个模糊的，而且只看到一个前面的。如果是一个非常黑的一个夜晚，我们过去不管是手电筒也好，不管是汽车的灯也好，看得到的一个部分就是一个很短的一个距离。那么佛陀看得到的更就像白天一样，看的就更远，不像一个灯照的这个距离一样。我们肉眼看到的东西呢，就是相当就是在一个距离范围多少个公尺、多少个公里以外，那么多少个公里以外是没有其他的山也好，什么东西指挡，不用管有没有指挡，我们的肉眼的能力就只能是看到这么短的。那佛陀看到的，佛陀的智慧感那我们的这个智慧完完全全就是不一样的。佛陀的智慧看到的就是生生世世，我们的智慧是只看到就是今生的一切。那么这个当中来说到，我们就是只为了今生，没有去真正的看过这个下面人生的这个珍贵性，以及这个说明无常的真实性。我们下面人生的珍贵性，我们能够有感到这个这么殊胜、这么珍贵的人生如此珍贵的一个人生，我既然已经获得了，我们怎么去使用，这都没有去想过的。如果有想过的话，对时间一定会产生一定的这种重视那我们也是会有对于时间轮回的这个说明的无常与长久这两个区分，一定会去观察。如果我们这些方面去善加的观察的情况下，我们一定会感到生死无常从龙树菩萨所讲的一样，呼吸之间我们没有断气，也是会感到很兴奋，会感到非常的满意。同时我们也是会感到下一个呼吸之间会不会断气，这也是没有办法定下来的，就是不能可考的，就是没有一个一定会感到一个没有安全感的。那么那种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去面对呢？我们一定要精进的修持。那么精进是什么时候开始？就当下就开始精进，再也不要放弃，不要懈怠，不要懒惰精进修持到底，这就是我们应该要有的一个修行人的一个行为。人们于安然的沉睡中，频繁的向内吸气，向外呼气之间，也无法确定不死亡。所以睡眠时没有死去安然醒来，也应当感到稀奇。因此现在我们这些人虽然知道总有一天要死亡，但因相续中没有升起死去不定的意念，所以这一点是最重要的。当然所有的人都知道会死，但是我们没有知道，我们没有想到说怎么说呢死缘或者死的时间或者死的地点没有办法定下来的不定的这个
獠牙毕露突然来到。那么这个时候呢，是一个人平常好好的时候没有去修持，到了最后的这个时候呢，就没有任何办法的。那肯定是会我们在这个文字里面所形容的更恐怖的一种这个状态。纵有英勇的军队，那个时候就是想到阎罗王已经到了你的跟前，然后把黑手套在你的颈上脖子上的时候呢，你自己纵有怎么说呢？英勇的军队也好，强大的势力也好，丰富的财产也好，智者的辩才也好，美女的声色也好，兵持的良军也都无济于事，没有任何的用。平常如果说我们好好的时候有什么一点点的小事情的时候，有这些的关系感，拥有这些的条件的话，那可能很多方面可以想尽各种办法，反正就是你不要受到就是一些伤害，或者不要受到一些大的麻烦，有这种办法。但是到了死亡的跟前呢，就没有任何的办法，就这些都是没有任何的用。即便钻进一个无有缝隙的台箱中，有数十万勇士手持锋利的兵锐，剑矛的尖端指向外面，围绕保护，也丝毫守护不了，遮挡不住。施主元谋将黑手套在他的颈上，致使他只能面视铁青，泪水盈盈，五体僵硬的被带到后世的道路上。这种时候呢，很多人就是到了最后的时候就然后抓着那个旁边的一些亲人的手，或者是医生的衣服或者手，都是说不要让我死，不要让我死。这种怎么说呢？求生的渴望是非常重的，而且都是惊叫跟害怕这种，而且是很多病人到了最后这样的时候，就自己会去抓自己的胸口的。所以就是我也是曾经去过一些医院里面帮人家修法的过程，有看到过有些病人的手都是必须得要绑在那个床的上面的，病床上面的。这些都是那个时候呢，就是因为太痛苦了。痛苦的原因是什么？第一，身体上的痛苦跟折磨是一件事情最主要呢就是心理的痛，心理的痛就会增加身体的痛。心理的痛是怎么来的？因为害怕死亡，没有其他的。到了快不行的时候，就有很多放不下的，所以心里痛的就是只能是去抓那个胸口，或者是会尖叫，或者是求其他的周边的人。那种时候呢，就已经没有任何办法。那种时候就是一个医生、护士或者是亲友对你有帮助吗？没有，就是我们前面所讲的那么多的军队，带着各种各样的尖锐的武器，就像现代的最新的这些一切武器然后就是都是这个枪口都是对着外，你就是隐藏在里面的话也是没有用的生命一样的会断的。所以这个就是死亡的，到了最后的这个时候呢，什么都没有用，没有任何一个让你能够可以活下来的一个方法只能是面对死亡。勇士无法救护，大的不能奔赴，大的无能奔赴，饮食无法引有无有逃脱处，有任何依靠之、救护之亲友方便和大悲，哪怕是药师佛亲自降临，也无法延缓寿命已尽的死亡。因此我们诚心修持，对临终决定有益的殊胜正法。
所以我们这个以上是非常关键，而且也非常重要，相当就是没有太多的一个修行人来说的话，没有太多的机会可以听闻佛法。听闻佛法的过程当中来说的话，这次我们就是讲普贤上师言教的这本书的过程当中来说的话，就也是相当讲到就是暇满难得以及人生无常这些方面是非常重要的。但是这个一堂课讲完了就没有了，不会第二次也是重复的讲，没有一个在你的耳边一直说，哎，你无常，你是生命无常，你马上要修，你马上就是要放下一切，没有人这样会帮你提醒的。所以你自己必须得要经常的就要思维，尤其是我们这一次讲的这个普贤上师言教的这本书来说的话，就必须得要就大家讲完课以后的到下礼拜六之间，就是1个礼拜的时间，就是有7天的时间，要好好的去思维，好好的去作为用读书的方式来好好的思维。平常来说的话，这些都是大圆满的殊胜的一些课程。那么这些课程来说的话，不光是一种学习，这个学习是不光是一种听，一定要精神去提炼。怎么样子去提炼呢？今天比如说讲到人生无常的课以后呢，每一个人去自己在居住的地方，或者是去山上安静的地方，必须得要观想无常，感受到真正的无常。如果是今天我到了一个真正的死亡的那一刻的话，我怎么去面对？那么从这里面所讲的各种各样的比较都是拿起来再使用。那我跟其他的这些一切过去感受到无常的这些跟我之间的区别是什么？那我呢为什么不害怕这些等等的真正的去思维，真正的去修？不修的话，就它的这个帮助就并不是特别大的。从佛的理论学一些经典的理论，这些学习真正的在大圆满的课程，这2个是不一样的。真正的大圆满的课程是要真正的修持的。今天给你们讲的课也是不是说是要让你们懂得佛的理论所以就是要听一听，写一写，做一做作业就可以，不是这样。今天呢，就是我们在一起修持的一个过程。修持的过程当中呢，就是今天的讲解都是说明怎么去修持今天讲了以后呢，就是到下礼拜六之前是我们要做什么功课，就是要思维。从一开始我们就是从那个在发心的开始在我们就是在文化方式开始，到最后呢，就是我们在整个的书本讲完之前，都是要去思维，要去修持的过程。这是一种大圆满的修持的过程，并不是说是只是一种学习。所以大家呢也是一样的，把这些今天讲完的课，然后听完以后呢，回去就要把书本放在一边，然后就是忙其他的事情，就一忙就忙完，就到了下礼拜的时候，就拿着书本就马上往佛学会冲那这书本打开的时候也忘记前面讲到哪里，然后今天原来是从第18页就这种的话，那就有点可惜。当然第一我的怎么说呢，那个课讲的并不好。第二来说到就最主要的问题国语特别不好，所以也不知道怎么去表达很多的难题，完完全全没有办法没有能力表达。但是呢就怎么说呢，发心是书生的发心，只有一个讲这个课呢，就没有任何一点点想要为了提高我自己的身份，或者是提高我自己的美丽，没有这样的想法，只是有一种想法，就是提高你们的这个对修行的这个虔诚心，提高你们的对这个修行的这个精进心，更让你们感到人生无常。那同时你们也可以再稍微了解一下，我就怎么说呢，就可以像我们的上学，我们的朋友也可以，公博仁波切他不懂中文，就讲这些事很有困难，但是也是很努力，所以就能够这个上面稍微能够有点感动的话，这也可以的这么的努力。因为第一呢，就是现在怎么说呢，近
近视的这个度数也高了，老化的度数也高了，书的这个实力也没有办法像以前一样那么就是更大的严重，最大的障碍就是中文，从小没有去上过学的原因呢，因为就没有办法讲得很准。第一个，第二个来说吧，就是看书本也是看的大多数的字都看不懂，所以就这个方面有很大的困难。但我也是在这个整个的在讲完课以后呢，到下一个礼拜六之间都是有很努力的去，必须得要留下一点点时间，做一个计划，然后就才可以讲得下去一点点。所以这个我的这个努力很有价值的一个努力最起码也是要感到就像你们这个怎么说呢？汉语里面有一种就是说，他没有功劳也是苦劳，就像这样，你们算一个苦劳也是可以的所以那如果是有这种的心的话，就想得起来这样的话，那就好好的回去思维人生无常是怎么来的，我们应该要不要去修，这个是很重要的。资本做人着扛着